大家好，我是小刘。谁叫对我不是拍这不是种子的视频嘛？那么上人让我们看见子么还想吃，搞直播的阿爸阿调熬公熬婆看见子还蛮晒。那么我讲多飞过来着，平忙过来40公里，来回80公里，忙点种子不够算的，今朝我去买子基本到。东关路1199啊，中心人。一霎眼睛，野鸡种子开始半年着，为了眼睛么事。看看现在种子的品种几花多，毛线也在监管好。就喜欢豆沙啊。3个肉，吃豆的。好，就五个大肉，3个赤豆是吧？你再给我拿2个。再拿2个啊。大黄肉。你要一个礼盒是吧？好。前头的阿条跟我是一样的，各种侪找点，找我礼啊，礼也是要送人的。好，老板娘，接下来是我的，我在你这里订的2箱，今天装了没啊？好的，马上给你装啊，刚刚没来得及。因为我是要寄出去，寄到平望的。对，好的。就不用帮我抽真空了，反正我是当日打。好。五花肉是吧？不要蛋黄的吧？别，那个假设麦皮可开，下趟经常还单的。你都是拿到过来的？现在是鱼翅，国际舶来中心单个，国际舶来中心单个，豪丰鸭翅。老板娘，你们现在生意怎么样？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寄快递一天的寄几十箱。就这种礼盒啊？是的。那生意蛮好的。哎，都寄附近江浙沪那些都是老顾客。装好了是吧？哎，对。那边3箱呢？这3箱的话，下午要寄到上海的。哦，侪是种子哦，一冰箱种子，地上啊侪是种子。阿姨，我想问问，你们包粽子累不累啊？对，从那里呢，那你来拍视频，我们这里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工作量翻3倍了，包的手都痛了。那老板娘给你们加工资啊？加的，老板娘，我们加班加点，老板娘也加工资。哦，那还是蛮开心的嘛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哦哟，朋友们，毛孩子2箱粽子200包，蛮送的，20几只粽子的了。现在我去喊快递，寄到平忙。当然，那个礼也可以自家搭配的。你少包点甜粽子嘛，肯定便宜；多包点肉的嘛，就贵着。快递发特着，2岁轻轻。像现在是真的方便着，挨到发出发个顺丰，腰里向就还带着。不像烂点子，我外婆以前也讲，你到个小辰光从官县搞单生普，汽车500，只能收包大。假使有外地的朋友也想吃，你都私信我好了，我拿老板娘的联系方式发给你到，你到也来尝尝看，野鸡粽子。